馬太福音22:37節啊，讓人教導耶穌教世界嘅一條心，清亮一條心，一隻生命，一隻世界思想，愛錫上帝。一天夜法律啊，也係馬太福音22:39節樣講到，都係世界愛一條心相錫，係一個人類相錫一個單殺樣人。但係一個人類喺世界裏喺度思想，猛愛講及別人。甲兄弟都好，一套也未相爭，一套也未相吵，一套也未相感染，各對各。嗱，你一但係呢，因為冇上帝嘅愛，係講咗上帝嘅愛咧，充滿喺個心中度，唔會影響，唔會乜到達到角率，唔會相爭善家。嗱，而家兄弟姊妹一套也係三倍哩，一套也唔有火合，即係因為到各對各。相爭善家了上下，相爭財產了，滅到世界唔有和平，冇上帝嘅愛，係要上帝嘅愛，世界要相信忍讓，世界要相信忍耐，世界要和合咗呢。所以上帝講第一，自家心中嘅要上帝嘅愛嚟命令自家嘅生命中，阿門。